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我係今日嘅主持呂昌南。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日前發布懸賞通告，徵集台獨分子網名為百囧嘅溫子玉，以及網名係閩南郎嘅陳柏元違法犯罪線索，視情況俾最高25萬元人民幣嘅獎勵。呢兩個人，尤其是係溫子玉，可以話係臭名遠播，即使喺台灣地區都係人見人厭。而繼早前台獨分子沈伯洋被通緝，大陸接連出招警戒台獨分子，除咗大快人心，仲釋出咗乜嘢信號呢？到底呢啲台獨分子做過乜嘢惡劣嘅行為呢？泉州市公安局就話，溫子玉、陳柏元被國務院台辦公佈為台獨打手幫兇，而喺調查之後掌握到呢兩個人長期發布、傳播抗中保台、以美謀獨等煽動分裂國家言論，大肆攻擊抹黑大陸惠台利民政策，欺凌迫害在台大陸配偶，充當民進黨當局網軍側翼同埋美國等西方國家反華勢力急先鋒馬前卒，造成惡劣影響。百囧溫子玉長年通過辱罵攻擊愛國人士，煽動兩岸對立情緒嚟賺取網絡流量。更加喺台灣地區不斷騷擾陸配。早前發生嘅3名陸配被撤銷居台資格嘅事件，背後推手正正就係溫子玉。期間佢不斷騷擾呢啲陸配，例如就試過同支持者喺深夜守候喺陸配小明嘅住家附近，聲稱要等候台灣地區移民部門捉人，實質上就係要滋擾小美。又試過帶支持者暴力衝入陸配亞舉行嘅記者會，企圖威脅佢，行為令人不齒。溫子玉嘅行為，甚至連一同被懸賞嘅閩南郎陳柏元亦都睇唔過眼。陳柏元早前就大爆溫子玉喺私下透露研究納粹點樣操控群眾情緒，甚至要提出設立納粹衝鋒隊。連陳柏元呢個台獨分子都話，認為溫子玉太極端，因而決定爆料。溫子玉呢種納粹極端思想喺國際社會冇可能會被接受，而佢明目張膽、毫無底線咁搞台獨嘅行為，係兩岸和平最大嘅威脅，同中華兒女嘅福祉為敵，我哋要堅決說不。溫子玉之所以咁囂張，背後當然係因為有民進黨嘅支持。月前民進黨推動大罷免，企圖以罷免國民黨嘅立法機關人員，奪取立法機關嘅控制權。當然最終係大失敗。然而溫子玉幾乎係奮身支持民進黨推動嘅大罷免，所以喺失敗之後，佢嘅聲望亦都大跌。繼台獨分子沈伯洋被通緝之後，大陸再出招對付溫子玉同埋陳柏元，其實都顯示到可以從兩方面震懾呢啲台獨分子。第一，向國際社會釋出明確嘅信號，對分裂國家嘅台獨行為零容忍。而通緝同埋懸賞係正確展示咗大陸對台灣地區嘅司法管轄權，令到外界知道台灣地區唔係搞台獨嘅法外之地。大陸有決心懲戒呢啲台獨分子，通過強硬明確嘅表態，警告震懾反華分裂勢力唔能夠任意妄為。其次，呢啲台獨分子即使去到其他國家或者地區，通緝令亦都可以發揮阻嚇作用。例如佢哋去到同大陸有司法合作嘅國家或者地區，大陸當局就可以出手將台獨分子引導去到大陸受審。陳柏洋被通緝之後，就曾經好擔心咁詢問台灣地區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就話自己會唔會喺其他國家被捉？一旦被捉咗，又點算呢？曾被溫子玉迫害嘅亞亞就回應懸賞一事。佢就話感謝祖國媽媽為我哋撐腰，又呼籲大家動起來，令到壞人付出應有嘅代價。所以呢啲台獨分子獲得民進黨嘅撐腰，喺島內破壞兩岸人民嘅正常交流。大陸出招警戒，可以話係大快人心。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拜拜。